眼前一阵阵发昏，胃里也上冲着恶心。我后退了一步，吐出一口血来。他挽了个剑花，张扬肆意：“魏大人，识相的话，把安魂珠给我。”我捂着小腹，冷冷开口：“你要安魂珠做什么？”他偏过了头，像是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好像找到那个人了。谁？那天晚上，皇家别院的山洞里。听到这儿，我顿时冷下脸来。那天晚上，这个人不知哪里中了药，拉着我好一阵发疯。若不是我醒得早，走得快，差点暴露了隐藏10几年的女子身份。说着，他瞪向我：“那天你也在，却不肯告诉我那宫女是谁。好在我自己找到了。”他还在絮叨：“绵绵身体不好，夜不能眠，听说安魂珠能给他调理身体。”我闭了闭眼，不想说话。见我不动，他沉下脸：“魏兰，现在的你不是我对手，早点交出来也好少吃点苦头。”我与赵琛同时得了安魂珠的下落，本以为先人一步，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。如今我对抗贼人受了内伤，又有了身孕，的确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指尖微动，渐渐划破我下颌，渗出丝丝血迹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左手伸向衣袖，谁知一个没站稳，向前一歪，长剑刺破皮肉，血哗啦啦的流。赵琛也吓了一跳，惊得后退2步。他黑眸闪烁，像是在询问你没事吧。很快想到什么，脸色又暗下来，向我伸出一只手：“魏兰，别耍花招，交出来！”去他妹的！没力气跟他纠缠，我掏出一枚珠子扔向半空。他接过珠子，临走前还不安好心地朝我挥手：“魏少卿，该去看看太医了。最近你这身子有点虚啊。”待人走后，我脱了力，倒在地上，不停地干呕，感觉要把胆汁吐出来，才堪堪止住。宁儿扶住我，慌忙给我止血，语气担忧：“大人，你怎么样？”我摇摇头：“赵琛这混账东西，我和他势不两立。”止完血，他又给我扶脉，眉头紧蹙：“脉象不太好，这是动了胎气，大人这几日最好仔细养着。”我有些烦躁：“养什么养？最好落了他。”宁儿叹气：“大人又说胡话，这孩子与你命运相连，你忘了上次要流掉他，差点一尸两命。”我向来癸水不稳，等发现的时候都快3个月了。大夫说，若是强行流掉，可能伤及根本。现在骑虎难下，不得不将他生下来。没有安魂珠，我又一次夜半惊醒。不知为何，自从有孕以来，常常睡不安稳。宁儿心疼地替我擦汗：“赵公子也真是，如今大人正是需要那东西的时候。若是他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……”话尾未尽，被我打断：“不能让他知道。”我动了动汗湿的衣袖，不甚在意。我不打算跟他有什么关系，还是少些麻烦好。宁儿咬唇看我，不再言语。赵琛出身名门，是镇国公世子，也是京城有名的纨绔子弟。而我自幼被当成男儿养大，是世家子弟的佼佼者，如今更是官拜大理寺少卿。他向来看我不顺眼，我亦不喜他做派。若不是别院那场荒唐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跟他扯上什么关系。奈何越不想扯什么，越来什么。下人再次来禀报的时候，我正在审要犯。平南王被绑在刑架上，一身鞭伤。他瞪着我，双眸喷火：“魏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本王用刑！”
平南王是叛乱要犯，又曾是朝中重臣，确实轻重不得。他笃定了我不能拿他怎样，我偏偏要打破他的镇定。下人还在等我的回复，我挥了挥手，又走到火盆跟前，红光闪烁，照亮我双眼。我手拿烙铁，一步步上前，在他惊恐的目光里，毫不迟疑地对上他的胸口，剜下一块肉来。啊，魏兰，本王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啊呀！与此同时，身后响起一道惨叫的女声。我微微扬眉，回过头，对上一张惨白的脸，女子身形细若娇柔，面露恐惧，望着我，仿佛望着什么鬼魂罗刹。我随意地将烙铁往火盆里一扔，看向女子身旁的男人。世子爷光临大理寺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赵琛扫了眼刑架上的人，将身侧的女子揽在怀里安慰，神色复杂的嗤笑。听闻魏少卿心狠手辣，不畏权贵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不置可否。前厅里，赵琛亲自替女子斟了茶水，又温声安抚了一番。我不耐烦，赵琛，本官忙得很，没时间看你哄女人。他终于看过来，面色变幻几许，斟酌开口：我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。绵绵的兄长被卷进了这桩事里，被关在大理寺，他不过是个小人物。我来看看可有什么法子周旋一二。目光触及哭泣戛然而止的女子，我挑眉：这就是那日别院里的女子？她点头。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女子面容姣好，纤柔弱质，没什么印象。不知这女子是用了什么办法骗了赵琛。我端茶不语。刚抢了我的安魂珠，就想让我帮忙，本官最是记仇。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捏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珠子，嘿嘿一笑。这样吧，魏兰，你若是应下，我把安魂珠还给你如何？我双眸微动，正要开口，大人，不好了！一声急报打断了我的思路，来人形色慌张。大人，平南王不见了！我猛地抬头看向赵琛，狠狠地皱眉。声东击西，平南王在大理寺被劫走，我罪责难逃。赵琛也明显愣住，他上前一步，慌忙开口：魏兰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我定定看了他一会，又瞥了眼不知所措，紧紧抓着他胳膊的绵绵，抿唇不语，转身而去。地牢里一片狼藉，刑架上的人早已不知去向，只留被弓箭钉在墙上的纸条，字体嚣张：魏兰，挖心之痛，我定要你血偿。是平南王的字。我伸手划过上面的字迹，停留在血字边缘，拇指碾过，淡淡的墨痕。轻至鼻尖嗅了嗅，心下了然。夜色未临，黑风寨灯笼高挂，红绸交错，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。听说今日是二当家娶妻。角落里，赵琛一身夜行衣，蹲着身子边四下打量，边问我：你为什么觉得平南王会在这里？墨，他留的字用的是上好的松烟墨，却有淡淡的湿臭气，水气也重。这等好墨，正常人不会轻易这么糟蹋。我只能想到这里，乱葬岗边上的黑风寨。赵琛挑眉，不愧是魏少卿，见微知著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呢？你跟过来做什么？他扬了扬下巴，平南王被劫，到底拿我做了法子，老子不欠人情，自然要还。说着，话音顿住，目光迥然，死死盯住不远处的人。绵绵，
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顺着他视线，绵绵一身新娘红装，满面泪痕，被两个人一左一右压制住。他另一边是同样新郎服的男子，摇摇晃晃，仿佛醉得不轻，还不时去摸绵绵的脸。赵琛抬腿就要冲上去，被我按住。他横眉竖目，让开，我要去救绵绵。我冷笑，赵世子好大的本事，敢一人独挑黑风寨。他攥紧拳头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凝视前方的人影，淡淡吐出2个字：我去。等拜完堂，我去替换绵绵，你把她带走。赵琛退了一步，上下打量我，语气迟疑：你是说你要扮女装，当新娘？我横了他一眼，要不你来？他连忙摇头，快速道：我只是没想到你怎么会这么好心，还甘愿扮女子。我拨开灌木丛，指向那男子：你看这个二当家的脸，跟脖梗处似乎不搭，跟身形也不协调。这个人看起来是有功夫在身的，就算醉酒，脚步也不该如此凌乱。可见此人应当受了伤，而且这个身形有点熟悉，我怀疑这个人是平南王。我们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。我松开手，继续道：所以我要拿平南王，你救你的绵绵，岂不正好？他松了口气，唇角也上扬起来。拜完天地，绵绵被人扶着送进了新房。厅堂里宾主尽欢，趁乱我敲晕了看守的人，赵琛率先潜入喜房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绵绵正趴在他怀里哭。我听闻你去了黑风寨，就想去寻你，没想到在山脚下被这群人掳了去。世子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呜呜，听他们诉衷肠，我耸了耸肩，避在阴影里。看到我，他止了哭，有些不好意思。魏大人，我听世子爷说了，多谢大人救我。我敷衍地扯了扯嘴角，行了，换衣服吧。他点了点头，含羞带怯地瞟了眼赵琛，拿着夜行衣去了屏风后面，留下我和赵琛四目相对。他尴尬地别过脸，握拳咳了咳：魏兰，算我又欠你一次。我没回答。这人除了恋爱脑，其他方面还算像个人。绵绵很快出来，将折叠好的新娘服放在我手里，低声细语：委屈大人了，衣裳繁杂，不知是否需要帮忙？不用了，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。可没想到打脸了，即使是个女子，我还是低估了这喜服的繁杂程度。我研究了许久，赵琛等得有些着急，冲进来就要帮忙。马上新郎就要来了，我来帮。动作陡然止住，他呆愣地盯着我，双眼发直，微张着嘴，话音卡在喉咙里。我系上最后的腰带，不紧不慢地扫了他一眼，眼睛不想要，就弯了去。他终于回过神来，咽了下口水。魏少卿，你不是女子，可惜了。就连绵绵也咬着唇，神色复杂。走之前，赵琛丢了把匕首给我，安置好绵绵，我再来帮你。我蒙上盖头，坐在床头，算算时间，也差不多了。开门声响起，一双红色长靴逐渐靠近。我坐直了身子，握紧了匕首，蓄势待发。感觉到头顶的盖头被人掀起，我猛地起身，一手将他双臂反至背后，另一边匕首横在他脖颈。别动，我语气低沉。他不敢动作，声音慌乱异常。你是谁？你要做什么？我视线聚焦在他脖颈处分层的地方，淡淡出声。
别来无恙啊，平南王。他更慌了，嘴硬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冷哼一声，伸手去接他的假面。很快，整个人变得僵住，入眼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与此同时，大门被破开，平南王带着人出现在门口，望着我，目光阴毒。好久不见啊，魏少卿，中计了。平南王在大理寺被劫，黑风寨之行，若说其中有什么联系和意外，是有那么一个人。绵绵，想来他应当是平南王的人。我双眸危险地眯起，匕首狠狠划过，身前的人鲜血四溅，倒了下去。许久不见，魏少卿还是这么残忍血腥。平南王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动完手，又上上下下将我扫视个遍，轻佻地调笑。没想到魏大人这身女子装扮，比起天香楼的花魁也不遑多让。我漫不经心地擦拭不小心被溅到的血迹。许久不见，王爷的嘴还是这么贱。他笑着摇头，看起来尽在掌握。魏少卿，大理寺里你对本王颇有照顾，你说本王该怎么报答你呢？我不动声色地弯弯唇，王爷想报答，也得有那个机会才行。说罢，我忽然扯过床边的红绸，纵身而起。红绸化作利箭，横在眼前，凌厉的风直直射向堵在门口的人。阵阵哀嚎声里，一行人倒在地上，捂着眼睛。平南王扔开被他当作肉盾的人，阴狠地盯着我，一剑刺瞎数十双眼。魏少卿好本事。我勾勾唇角，承让。这么多人，打是打不过的，逃走倒是没问题。红绸翻飞，我边打边退。拐角处正好和赶来的赵琛相遇，看着他一脚踢飞凑过来的敌人，我匆忙出声提醒：“赵琛，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”他站着不动，月色下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神情也似乎不太对。我正疑惑，颈边突然一片冰凉。我侧目，是一柄长剑，而它的主人正是赵琛。此刻他低垂着头，声音极低，带着无奈：“对不住，魏兰，他们给绵绵下了药，如果没有解药，绵绵会死。”我僵硬，所以平南王要活捉你，只要我帮了他，他会给我绵绵的解药。我牵动唇角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你可知我落到平南王手里会有什么下场？他闭了闭眼：“你是魏兰，定有你的手段。到平南王手里，你只是可能活不了。可绵绵她是个弱女子，我不救她，她会死。”我顿了片刻，抬眸：“如果我说绵绵背叛了我们，她是平南王的人呢？”他唇角发出不屑的轻嗤，抬头直视我：“魏兰，我知你狠辣，却也敬你是个君子，眼下竟然诽谤造谣一个弱女子，我高看你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没再言语。赵琛，你可知，我本来都要相信你了。真蠢，本来就是仇敌，犯神妖傻呢。啪啪，一阵鼓掌声。平南王瞧了一出好戏，心情甚好。镇国公世子果然深情厚谊，本王佩服。他笑呵呵地指了指我：“魏少卿武功了得，世子还需赐他一剑，省得我们麻烦。”赵琛皱眉，手中的剑没有动作。平南王掏出个药丸，补了一句：“世子不愿意也行，那这解药就算了。”我抓住赵琛手臂，声音发颤：“赵琛，你不能动我，你要动我，会后。”话音未完，小腹传来一阵剧痛。
我低下头，匕首的剑尖穿出腹部，带出片片血迹。我眼神涣散，一个悔字淹没在齿缝里。小腹的异样感越来越重，痛楚越来越明显。转眼间，冷汗湿透了衣衫，甚至我感觉有血液在顺着裙摆向下流。赵琛的声音仿佛来自天外：“对不起，魏兰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绵绵她有了身孕，我不能让她有事，我不能赌。”半晌，我听到自己的飘渺的笑声：“是吗？那真是恭喜你了。”话的尾音被我压得极重，我浑然不觉。强烈的委屈和恨意盘旋在心头，我双眸渐渐赤红，胸腔剧烈起伏，情绪封顶。我陡然转身，右手迅即攀上他脖颈，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手掌之上，嗓音阴森如厉鬼：“赵琛，你他妈的找死！”被我气势所惊，他没来得及反应，被我掐得双颊通红，不住咳嗽。终于在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一掌将我推开，我倒在地上，吐出一口血来。平南王收回目瞪口呆的脸，走到我旁边蹲下来看我，似是疑惑：“魏兰，你在发什么疯？”在外我从来都是冷淡自持的模样，这样激烈的情绪几乎前所未有。唇角、小腹、下身的鲜血浸染了红裙，一时间分不清什么是血色，哪里是裙色。平南王看向我裙摆的暗红色，黑眸转身，忽然一把拽过我手腕，我无力挣脱，被他搭在脉上。良久，他漆黑的瞳孔放大，死死地盯着我，映满了难以置信，震惊到声音变形：“你是女子，你有孕了？”夜风呼啸，他简单的2句话似有余音徘徊不绝。哐当一声响，打破了寂静。视线所及，不远处的地上是一柄长剑，是赵琛的剑。随之向上的是一只手，这只手指骨分明，青筋浮起，抑制不住的颤抖。不知为何，心头升起一抹快意，我想抬眼去看他的脸，然而再也坚持不住，整个人昏了过去，身子逐渐变轻，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在飘离肉体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一片桃林，桃树下是2个孩童，他们拿着木剑，玩笑着追赶。前边个头高些的男孩笑嘻嘻地躲藏，扮着鬼脸：“快来呀，快过来追我呀！”后面的孩子追不上，急得要哭了。男孩慌了，连忙丢了木剑，手忙脚乱地去哄：“怎么还哭了呀？像个女孩子一样。”孩童突然止了泪，一把抓住他，哈哈大笑：“看吧，赵琛，我抓住你了。我都快忘了，我和赵琛曾经也是要好过的。”他甚至曾玩笑地说过：“魏兰，你这么好看，若是个长成个姑娘，我就娶了你。”后来就没有后来了。我渐渐长大，明白了男女有别，我不能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，开始和他保持距离。他最初很生气，摔了我的礼物，要和我绝交。后来他不气了，开始明里暗里和我作对。我们逐渐两看两厌，不相往来。我的魂魄没有归处，不知飘荡在哪里。隐约间听见撕心裂肺的呼喊：“魏兰！”是赵琛的声音：“赵世子，他要死了，你再晃他就更死得透透的了。”是平南王。我随着声音飘，试图去寻。声音还在继续，他与这个孩子命运相连，一损俱损。我终于看到赵琛的脸，他看起来很是癫狂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整个人颓丧的吓人。
他眼神仿佛没了焦距，空洞洞的喃喃自语：她怎么会是女子？怎么会有了身孕？孩子是谁的？平南王没理会他，径自抱起我要走，却被一只手牢牢抓住腿脚。他厌烦地伸腿：本王的仇还没报，本王有个师傅，看看能不能救他。那只手纹丝不动。平南王又踢了一脚：滚吧！赵世子，要是看见你，估计人家救活了，也要再死回去。赵琛垂下头，终于松开手指。我飘荡在他头顶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他不是赶着要去救绵绵的吗？怎么还不去？原来害死我，他也会愧疚难过呀。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骨肉，会不会更痛苦？我想笑，却表达不出来。陌生的环境里，我看到一盆又一盆的血水端出去。一个白胡子老头跟着平南王走进来，开始扶我的脉。很快，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：我试试吧。接下来，我的头上扎了很多的针。再接下来，我的灵魂渐渐也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是在一个晚上，烛光摇曳之下，是平南王戏谑的脸。师傅说你今日醒，果然不假。我掀了眼皮子，声音哑得厉害。王爷不是要将我剥皮抽筋，又为何救我？不救你，怎么把你剥皮抽筋？我撇嘴，不想说话。他眸光闪烁，这孩子是赵琛的吧？我闭了闭眼，没回答。绵绵说过，他没有查到别院山洞里的女子是谁，才去冒名顶替。但是山洞的外面，他看到了你，魏少卿。魏兰，本王倒有些可怜你了，以女子之身身居高位，意外有了身孕，还被心上人一刀捅死，差点一尸两命，你很伤心吧？心上人，呵呵。说着凑到我跟前，直视我双眼，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，本王就不折磨你了。本王觉得你有更大的价值。魏少卿浸染朝堂多年，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合作。我侧目，合作什么？他眉梢上挑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例如谋反。我冷笑，本官好好的大理寺少卿，跟你谋反？他换了个舒服的坐姿，望向我。魏少卿可知，自从你女扮男装被本王劫走的消息传出去后，魏家上下都下了大狱。金銮殿上，魏老伯爷被当场赐死，就连你姑母柔妃也被打入了冷宫。我顿住，双眸渐渐睁大，嗓音颤抖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目露同情。当今天子最是多疑，你女扮男装已犯了忌讳，更何况本王从大理寺逃脱，你又被本王劫走。皇上怀疑魏家与本王早有勾结，他甚至认为你肚子里的是本王的种。指甲嵌入掌心，我浑身发冷。他连求证都不曾，就这样斩杀一条人命。帝王心冷硬至此。他没再多说，径自起身。魏兰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身体尚未来得及好转，又开始变得更糟。当夜我便发起了烧。平南王并未苛待我，身边一直有医女丫头伺候，用的东西也都是上好的。不知为何，这会儿却四下无人。我浑浑噩噩，只觉得口干得厉害，伸手去够桌上的水。刚碰触到杯沿，水杯被人先一步拿走。没待我反应，滚烫的水直接浇上手背。魏大人，怎么这么狼狈呀？随着尖利的嗓音响起，一道绿影闪现，是绵绵。
我甩了甩手背上的水，溅到他身上，冷笑出声：“怎么，不是有了身孕？难不成你也被捅了？”他不屑：“赵琛算什么东西？值得我给他生孩子？做梦呢吧！也就是你这个蠢货。”说着沉下脸，丹凤眼里尽是阴森恶毒。“魏兰，你为什么会是女子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是个女子？”他捏着我下巴，怒火几乎将我烧灼。“王爷本来给你准备了10大酷刑，结果不仅没给你用上，他还救你，就因为你是个女子。”我想掰开他的手，却没什么力气。一片阴影压下来，眼见他的巴掌就要扇过来，啪！预料的疼痛感并未出现。我睁开眼，平南王一脸冰冷地站在那里。“谁让你动本王的客人的？”绵绵不敢置信地捂着脸，面颊上是鲜明的五指印。“王爷，你打我！”平南王没理会他，转过头，很郑重地问我：“魏兰，像这种违背主子意思的丫头，你一般都怎么处理？”我揉了揉僵硬的下巴，头也不抬，没好气地敷衍他：“谁不知道本官心狠手辣，直接打死。”然后下一秒，一阵惨叫声传来，我眉心一跳，蓦地抬头，绵绵的心脏里赫然是一柄匕首，手柄的主人正是平南王齐少。他抽回匕首，漫不经心地擦拭手指溅上去的血迹。“可满意，魏少卿？”那声音慢条斯理，隐隐带着笑意。我瞠目结舌：“绵绵，那可是你的人，还是给他立过功的人，说杀就杀了。”都说平南王齐少是个疯子，果然不假。他眉尾上挑，那又怎样？赵世子为了这个女人捅了你一刀，本王便为你还他一刀，你可开心？我抿唇，这就是王爷的诚意，拉拢我谋反的诚意。他无所谓的耸肩：“魏少卿何必这么较真？本王就不能是单纯的想给你出气？”扫了眼地上死不瞑目的尸体，我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渐渐的，我好了许多，也能下地走动了。齐少满脸神秘，告诉我一个消息：赵琛来了。他说，赵琛为了寻我，背叛了朝廷，已投入平南王麾下。他还说，赵琛临行前和镇国公府断了关系，此身此行与镇国公府无关。我嗓音发哑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齐少看着我，脸上是我没见过的复杂，几分不甘，几分隐忍。他背叛朝廷来这里，所求只有一个。他大约知道了孩子的事情，他要求见你，要向你赎罪。赎罪？真是可笑。见我表情，齐少直盯着我，小心地问：“所以你要见他吗？”我突然有点烦躁。你都收下了他，我还能选择不见吗？他怔住，凛然开口：“当然能，本王说过，不会逼你。赵琛虽是人才，本王倒也不是非他不可。”闻言，我眯着眼睛，上下打量他。齐少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一个反贼，这般迁就我，为什么？他黑眸闪过深意，魏兰，你大可放心，本王对儿女情长什么的没兴趣。只是本王难得碰到一个有意思的你，世间无聊人无聊事甚多，本王只想顺从本心，讨自己欢喜罢了。见到赵琛是在一个晚上，灯火明灭下，他脸色憔悴得厉害，整个人颓丧而衰败。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，阿兰。阿兰，这还是幼时他对我的称谓，这2个字
早已消失许久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个女子，我也不知你有了身孕，我更不知那孩子是我的。说着，他逐渐哽咽，脸埋进手掌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对不起。看着他动作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说完了，说完就走吧。桌上放着药膳，我随手端起就下逐客令。然而身体未恢复，气息不稳，指尖猛地抖了几下，哐当一声，药粥洒了满地，真丢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就要重新倒。一碗新的粥递到我跟前，赵琛小心窥探我脸色，眼中装满了心疼。你身体还没恢复，我帮你好不好？白色的药勺递到我嘴边，我唇边勾起一抹冷笑，手腕一扬，又是一碗粥落地。在他惨白的面色里，我语气森寒，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字：滚！恶心玩意儿！门边上一抹白影一闪而过，我冷哼一声，又是一个杯子砸了过去。后面几日，赵琛每天都会过来，不过像是学乖了，只默默做事，也不说话。只是今日他神色明显不同，踌躇半晌，见四下无人，他低声开口：魏兰，我今日得到消息，朝廷将魏夫人以及一众妇孺放了回去。我顿住，转头看他，他受到鼓舞，继续道：阿兰可知他们为何会被放回去？我沉默。他垂眸，压低嗓音：因为我是诈降。我浑身一震，死死盯着他。皇上怀疑你和平南王勾结，要将魏府满门抄斩。是我在皇上面前力保魏家和你。我告诉皇上，我来平南王这里当卧底，我会和你一起剿灭平南王叛党，将功赎罪。皇上答应了。前2日我递了消息过去，今天魏家妇孺被释放，说明圣上相信了我们的诚心。那魏老伯爷呢？为何会被当场赐死？他叹了口气：阿兰，帝王盛怒，误杀也是常有的。我怒了：误杀？就凭他心中那点怀疑，求证都不曾，就当场斩杀了祖父，你跟我说误杀？阿兰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魏老伯爷已去，你总要为活下来的人想想。我们接下来就是找出平南王的势力和据点，最后将其一网打尽。届时我会再向圣上求情，饶恕你女扮男装欺君之罪。只是自古无女子为官，你原先的官职只怕是要没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等我恢复了世子的位置，我会求圣上赐婚，娶你做世子夫人，可好？我合上双眸，默然不语。赵琛最近似乎很忙，常常与平南王商讨到很晚。不过再晚他也会过来，时不时会提出一些疑问，我绷着脸，却也回答了他。他把一颗珠子塞到我手里，温声细语：阿兰，你只要好好养伤就行了，其余的交给我。是安魂珠。时隔数月，它又回到了我的手里。阿兰，好不好？半晌，我回之一笑：好。时光流逝，我大约恢复了之前的状态，而他们的反叛行动也拉开序幕，我也开始参与其中。赵琛给了我一条路，一条活着回京城保全魏家的路，这条路容不得我拒绝。他笑着说：阿兰，你是朝中重臣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我不知齐少救你的原因是什么，不过你是朝臣，他是叛臣，你们终究是敌人。围剿和反围剿，
平南王自从带走我的那一天起，注定走的是一条死路。10月初8是个好日子，也是平南王齐少举兵造反的日子。赵琛比他还兴奋，我终于要洗刷罪名。阿兰，我们要成功了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带着人马直逼金銮殿，金銮殿上看到我，群臣激昂。魏兰，你竟然投靠平南王，你这个反贼！龙椅上的皇帝眼神讳莫如深。魏爱卿，平南王何在？他心知肚明，平南王的这场谋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勾唇浅笑，皇上，你可知平南王为何谋反？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他眉心微蹙。反臣的想法，朕为什么会知道？我微微垂手，攥紧手中的白绸，笑意泛起涟漪，意味不明。是啊，你是皇帝，知道这么多做什么？杀就是了。他警铃大作，拍案而起。魏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敢？话音戛然而止。我踮脚而起，闪电之间，白绸越过众人，硬生生缠绕在他脖颈。他被勒得脸色通红，不住地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手腕一动，白绸舞动，他整个人狗啃泥摔在了地上。他痛苦地去抓脖子上夺命的绳索，却纹丝不动，嘴里还在喊着：“来人，拿下他！”可让他失望了，门口没有半点动静。朝堂上的大臣不知何时也早已被我的人压制住。我走到他跟前，抬脚踩在他的背上。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人，竟也会这么狼狈。赵琛冲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他脸色骤变，声音变了调：“魏兰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我歪过头，施舍给他一个眼神，脚下力道重了几分，语调漫不经心：“没看出来吗，赵世子？我这是谋反啊！”我一字一顿，尾音拉长，残忍的诡异。他震惊不已，黑眸阴沉，冲上来就要制住我，却忽然间痛苦地捂住小腹，额头的纹路清晰，他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。“魏兰，你给我下了药？”我悠哉悠哉。赵世子可知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之后亦有螳螂。他哑着嗓子：“为什么？”我丢了个轻蔑的眼神。为什么？本官不想干了，不想给这个狗皇帝卖命了。本官就是想谋反，不行吗？脚下的人咬牙切齿：“朕要诛你9族！”呵呵，我冷笑：“皇上啊，你可知，臣早就没有9族了。臣的9族早就被圣上你灭完了。”赵琛沉脸：“魏兰，你在说什么？魏家除了魏老伯爷，都还活着，你总要为魏家的人想想。这样吧，皇上，你仔细看看我，有没有一点眼熟？”说着，我一把拉下头带，长发散落后背。在皇帝渐渐惊恐的目光里，我笑容阴森：“皇上，眼熟吗？你是华容，是华容的女儿。”我目光发冷：“难为陛下还记得我娘？你灭威武将军府的时候，可想过我这个罪臣之女会来找你报仇？因为你的疑心病，我爹本来就不愿回京，可你却看上我娘，寻了个借口将将军府抄家灭族。魏老伯爷与我爹情谊深厚，他可怜我，正逢魏夫人的孩子没能成活，他把我带进来，顶替了那个男婴。可你呢？你却一怒之下将他杀了。那时的我何曾想过谋反？这都是你逼的。
魏老伯爷怕我怨气重，亲自教导，教我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叫我皇恩浩荡。结果呢？他死在他浩荡的皇恩手里。皇帝像是被这一连串打击到了，身子哆嗦起来，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赵琛也如坠冰窟。这么说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想过同我剿灭平南王？你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。不错，视线移向他，我语气森冷。我和平南王早有协议，佯装收用赵琛，就是为了利用他传递消息，从而一举拿下京城。而魏府的人，齐少也早已暗中保护了起来。魏家与我有大恩，我不能弃他们不顾。若非魏老伯爷身死，我本来想一辈子压下这血海深仇，可眼下却容不得我不报。我望着赵琛，语气决绝：“切肤之痛，赵世子，我至今未忘。”说罢，我手执白绫的另一端，整个飞了出去，缠绕在赵琛脖子上。我手指翻转，白绫渐紧，他被勒得脸色青紫。我灿然一笑，收回脚，手掌挥动，白绫飞舞，转眼间横跨两头。而赵琛和皇帝一左一右，悬梁两侧，彼此的重量成为压死对方的最后的稻草。皇帝瞪大双眼，手脚乱蹬，死死地盯着我。赵琛则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似乎也不想再反抗。他手臂下垂，黑眸看向我，似是哀伤，似乎绝望。直到他们都没了气息，齐少姗姗来迟。可开心了，魏少卿。我笑了笑，扫了眼惊恐的说不出话来的那些个朝臣，淡淡开口：“事情都办完了。”他点点头：“魏少卿，以后没有人再欺负你了。10年10月，永昌帝驾崩，平南王血洗皇室。11月，平南王即位，封号仁和。同年，威武将军府被平反，魏兰以女子之身重入大理寺，封大理寺少卿。